港湾市南投的消息，台湾的金蕉年产达差不多61亿。农粮署为了稳定市场，伫3年前就辅导成立这个金蕉联盟，促进金蕉生产更较有竞争力。这是于山州重要产地直接定就透过这个金蕉联盟举办食农教育活动，并且邀请这个农粮署长吴忠义甲在地学生囡仔做伙同乐，希望讲好这囡仔更较了解金蕉。 一集因从各小学生有农粮署长的陪伴，做伙参加食农教育，大家做伙参观金蕉园区，了解世界有真侪种金蕉的品种。这款户外教学，互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这感觉很开心，因为第一次来这边做到自己做原住民的粽子，我感觉真的非常棒。 这么大的产业也造就了台湾这么多的这个经济发展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我们的下一代透过食农教育，让他们能够更容易来接触、更容易了解，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金蕉是一只因这个遮主要的经济作物，即马种的面积超有270甲，热天也销袂出去，所以农粮署伫咧3年前成立金蕉联盟，包括生产、加工、行销含食农教育，互金蕉的产销会当掠平。 这时候呢，就需要我们这一些组织发挥这个功能，把这一些过剩的香蕉把它消化掉。因为加工，不管是青椒还是熟成的香蕉，我们在加工方面有非常多的技术。一集金蕉产业有农民的推广，那提升金蕉产业的形象，嘛会当透过食农教育，互囡仔愈了解金蕉的知识。